常年期18周五雙數年納鴻先知2章1到2節，3章1到7節，馬竇福音16章24到28節。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讀經反省。2026年8月7日，耶穌基督。很多人很喜歡聖方濟各運動的禱詞，裡面有2個句，就是今天的彌撒福音讀經的意思。在施予的時候，我們獲得；在犧牲自己的時候，我們得到永生。基督信仰的真理確實是很詭的。當我們越是自私的時候，我們越是不滿足；當我們越是慷慨的時候，我們越是喜樂滿足。有人比喻在天堂裡，大家都參與了豐盛的宴席，但是每個人手上的筷子都很長，都不能把食物夾給自己吃，只能夠夾給別人吃。大家越是夾給別人的時候，大家都共同滿足。慷慨不計較的精神應該是基督徒的特徵，因為基督是最慷慨的人，而不是一天到晚為自己的利益籌謀的人，是最喜樂的，總是有那安詳美麗的笑容，也是最結實累累的，使很多人受益。為主為人服務，沒有慷慨的精神是不行的。但鬼是越不求回報的慷慨付出，越獲得。因為我們對天主慷慨的時候，天主絕對不會讓我們的慷慨超過對我們的慷慨。天主的賞報是豐厚的，百倍的賞報是主耶穌自己悅的。